是是非非脫口秀特別篇，香港人要點去馬來西亞申請第二家園，喺嗰度買樓做包租公包租婆，悠悠閒閒過日子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是是非非脫口秀特別篇。我知你哋想問嘅第一個問題唔係點申請，而係樓價平唔平，我夠錢買幾間。好啦，今晚我哋慢慢拆嚟講，唔使急，就好似飲一杯無糖奶茶咁，慢慢啜先有味道。首先講重點，馬來西亞有個存在好耐，近年仲出咗新版本政策嘅計劃，叫做 Malaysia My Second Home， 簡稱 MMEH。呢個簽證計劃專俾外國人長期居留馬來西亞，仲可以享受到唔少便利。而家呢個簽證分咗唔同級別、年齡、存款、投資要求同埋每年要喺當地住嘅日數，全部都寫得清清楚楚。申請嘅時候要體檢，要買保險，仲要準備一大堆文件，譬如銀行證明、無犯罪記錄、收入證明等等。入境局嘅官方網頁同埋專業律師樓都有詳細講解，唔係話填張表交上去就會過㗎。想做個悠哉嘅第二家園居民，首先就要將呢啲紙仔辦得妥妥當當。你問要使幾多錢？呢樣就真係要學下香港人計樓案咁認真。MMEH 分咗唔同檔次，有啲媒體同顧問會將佢哋分做銀卡、金卡、白金卡呢啲級別唔同，要求就唔一樣。年齡門檻、定期存款金額或者投資門檻，全部都會隨住級別變。有啲級別要求你將一筆定期存款擺喺馬來西亞銀行，等收到有條件批准之後，先可以喺符合規範嘅用途下提取一部分。聽落好似係將錢擺喺銀行做定心丸，實際上就係要證明你有經濟能力喺馬來西亞長期生活。官方同律師樓嘅指南入面都有呢啲細節，申請前一定要睇清楚最新條款。講到買樓呢件事，香港朋友實即刻眼定定，喺馬來西亞到底可以買幾間樓？答案係得，但係要留心條款。馬來西亞係允許外國人買樓嘅，但係每個州政府都會規定外資買樓嘅最低價位，亦即係話你想買嘅嗰個單位一定要達到當地政府定嘅最低價先得。呢啲門檻每個州都唔同，有啲地方幾十萬馬幣就搞掂，有啲地方直接升到100萬馬幣級數。實際操作上，市中心或者熱門旅遊島嶼對外籍買家嘅門檻通常會更高。再提你一句，有啲類型嘅土地係禁止外國人購買嘅，譬如某些農地、馬來保留地、政府限價屋或者特定名額嘅樓盤。講白咗，想喺馬來西亞買多幾層樓，就要先揀啱州、揀啱項目，仲要睇實每個州嘅最低價規則。咁到底可唔可以靠買樓收租，每月攞被動收入？當然得啦，但係咪好唔好諗成話將錢一擺落去就可以即刻退休嘅魔術咁簡單？首先講租金稅務，係咪要交稅？睇你嘅稅務居民身份同埋收入來源。如果你喺馬來西亞停留嘅時間一年內累計唔夠182日，稅務上通常會被界定為非居民，稅務待遇就會唔同。無論點樣，租金收入原則上都係需要申報嘅，仲可以扣除合理開支之後先計應稅所得。最近幾年，政府不斷擴大稅收同服務稅嘅覆蓋範圍，譬如好多國家陸續將短租或者服務類收入納入稅收範圍。所以做包租公包租婆之前，最好先聽下會計師或者稅務顧問嘅意見，唔好等租金入咗袋先收到張意外稅單就慘啦。作為香港人搬去或者長期停留馬來西亞，語言絕對係一大優勢。馬來西亞人口入面，華裔差唔多1/4，好多地區嘅華人都識講粵語、普通話或者閩南話，尤其係吉隆坡、雪蘭莪一帶，成日都聽到粵語聲。檳城嗰邊就係閩南話比較流行，但係一樣有人識聽粵語。話就係話，日常生活想揾個識講粵語嘅鄰居，去街市買餸講價，完全冇問題。你仲會發現好多馬來西亞華人識睇繁體字，識講粵語，尤其係華人社群活躍嘅市區，
真係有返屋企嘅感覺。好啦，講咗咁多官方冷冰冰嘅嘢，不如用脫口秀嘅方式，將成個流程演繹一次俾你哋睇。想象下舞台燈光一亮，我拎住一杯 Kopi 咁樣開場。香港嘅樓按仲未供完，唔使驚，嚟馬來西亞第二家園，將你嘅心情同埋一半租金一齊搬過嚟啦。先嚟個小段子，你去銀行開 MMEH 定期戶口嗰陣，櫃台小姐望住你問你想放幾多錢落嚟，你就學下香港人嘅慣例，掏出電話打開樓盤網頁俾佢睇。我香港嘅樓仲喺度㗎，你要知道我哋香港人係做多享受笑嘅民族。櫃台小姐笑一笑話：咁你係馬來西亞係想度假定係想養老啊？你神秘一笑話：兩者都是。另外仲想做個業餘包租公，順便做個半退休網紅。講完佢實明㗎，因為馬來西亞人都識得退休要有檔次呢個道理，只不過佢哋嘅檔次比香港舒服得多啫。跟住正式講流程，首先要準備文件，你要準備護照、近幾個月嘅銀行月結單、收入證明、經公證嘅無犯罪記錄、醫療體檢證明、結婚證或者出生證明。如果帶埋屋企人一齊申請嘅話，仲要填好申請表同埋個人陳述信。好多人都會委當地嘅中介公司代辦，代辦雖然可以幫你慳返查資料同埋預約體檢嘅功夫，但係中介費一定要計清楚，唔好將一手現金交咗出去，就以為一切都順風順水。記住啦，文件翻譯同埋公證好重要。馬來西亞政府審核嘅時候睇得好細緻㗎。然後講錢嘅配置戰術，你既然係香港人，實想將成本降到最低，將自由度升到最高，定期存款嗰一大筆錢唔使成世鎖喺銀行入面㗎。MMEH 有啲級別，允許你滿足咗先決條件之後，以合規用途提取部分定期存款，譬如用嚟買樓、讀書或者睇醫生等等。但係具體可以提取幾多，就要睇返當時嘅政策。話就係話，好多醒目嘅申請人都會將定期存款當成通行證，等申請批咗之後，再配合買樓計劃，將筆錢轉做不動產或者長線投資。提你一句，千祈唔好為咗達到 MMEH 嘅存款要求，就將所有錢都投落去，一定要合理留返啲應急資金。買樓都有技巧㗎，你可以揀係大都會區買單位，租俾反共一族，收入穩定，但係租金增長慢。亦都可以揀係旅遊熱點買單位做短租民宿，旺季收入好靚，但係管理好麻煩。稅務方面亦都可能更複雜。又或者揀係二線城市買筍盤，租金回報率可能更高，社區生活亦都更舒服。千祈唔好忘記揀啱物業類型。外國人唔係話想買乜就買咩㗎，農地、馬來保留地同埋某些低價單位，對外籍買家都有限制。想買多幾層樓，最好一開始就揾個識得外資買樓規則嘅律師，將每一單交易都辦得妥妥當當，唔好等日後遇到產權問題先後悔。講到管理同埋實際操作，好多香港人都會選擇將物業交俾當地嘅物業管理公司代管，佢哋負責揾租客、收租、維修同埋短租清潔。你淨係需要每月打開手機睇睇入咗幾多數，順手俾下管理費就得。缺點就係要俾管理費同埋佣金，優點就係夠省心。另一個選擇就係自己管理，成本低但係好花時間。如果你本身想喺馬來西亞長期居住，自己管理可能仲有成就感啲，仲可以識多啲朋友，聽下隔籬阿媽用粵語鬧你樓上裝修太嘈，呢啲先係人生惡事嘛。稅務呢一段絕對唔可以省略，租金收入要點申報，係咪要交稅？你屬唔屬於稅務居民？呢啲全部都影響你嘅淨收益。係咪屬於稅務居民？睇你喺馬來西亞停留嘅日數同埋居住嘅實質聯繫。如果你係稅務居民，就可以享受到一定嘅免稅額同埋分級稅率。但係近年關於要申報全球收入嘅規則有啲改動，短租平台嘅收入同埋服務稅嘅覆蓋範圍亦都不斷擴大。講白咗，做包租公包租婆之前，一定要揾個靠譜嘅稅務師問清楚，搞掂每年要交幾多稅，
先可以計到實實在在嘅收益。生活方面先至係最開心嘅部分。馬來西亞嘅生活成本相對香港平好多，街市嘅生果平到笑，路邊嘅娘惹菜、海南雞飯、咖喱魚頭，個個都可以滿足你個胃。醫療保險係 MMEH 嘅申請要求之一，你一定要喺馬來西亞做體檢，仲要買當地認可嘅醫療保險，千祈唔好慳呢筆錢。教育方面，如果你帶埋小朋友一齊去，國際學校嘅學費又係另一筆開支，一定要提前計清楚。語言方面，粵語係吉隆坡同埋好多地區都好普遍。你想揾粵語教會、粵語嘅社區活動，完全冇難度，生活上好快就可以有歸屬感。最後俾幾句實用貼士俾香港觀眾，用脫口騷嘅風格講句收尾小智慧，千祈唔好將馬來西亞當成避稅天堂或者平價天堂。嗰度雖然有舒服嘅生活同埋有好嘅鄰居，但係唔係冇規則嘅自由市場。申請 MMEH 要有耐心，買樓要有判斷力，做包租公包租婆要有準備，千祈唔好將所有身家都壓喺一個項目上面，最好先去短住一段時間體驗下生活，覺得舒服先慢慢搬過去。香港嘅樓暫時唔買都得，先將馬來西亞當成你嘅第二個客廳。人生嘛，最舒服嘅事就係有選擇。今日想飲港式奶茶就返香港，聽日想食椰漿飯就搭個短途飛機過嚟。呢啲先至係第二家園嘅真正意義。如果你想我將整套申請文件清單、各級別嘅存款數字、每個州嘅外籍買樓最低價，整理成一張超詳細嘅清單，我可以繼續將資料列埋出嚟，仲會標來源添。今晚嘅脫口騷就到呢度，大家返去慢慢諗，買幾間樓，做個半退休包租公，定係將馬來西亞當成度假地，各有個好處同埋弊處。鍾意呢一集嘅朋友記得俾個讚，唔鍾意嘅朋友都唔好嬲。始終每個人對第二家園嘅定義都唔一樣。下一集我哋請一個係馬來西亞擁有3層樓嘅香港包租公上台傾偈，聽下佢嘅真實血淚史。多謝大家收睇時事非非脫口騷。